嘛热天到啊，真侪人会开冷气，因为冷气呢，有的人讲是上电的，尤其是6月份开始实施这个热天的电火钱，电费搁较惊人。咁真正有影？专家替冷气平反讲，上个上电的其实是啥物？电热水器，因为呢一直咧反复加热，伊每点钟伊差不多电费钱要开21块，这是冷气的4倍，听起来是真惊人。不过嘛，唔免讲啊，因为安尼就一直洗冷水，所以讲热天变怎省钱，来听专家的建议。 天气越来越热，家家户户开冷气，但就怕夏季电价启用，荷包大失血。不过冷气真的是耗电元凶吗？专家讲，并不是冷气，这厝内其实上加电的是电热水器。维持你有设定的温度状态下，它一直要把热度一直加进去，所以电热水器算是高瓦特数消耗电力的产品。 电热水器甲烘衫机同款，拢是食电的冠军。这用电的功率超过1000瓦，每洗浴6分钟就用1度电。若是拄热室的热水器，每小时电费是21块，是冷气的4倍。想要省电，专家有撇步。因为夏天本身天气比较热嘛，那你可能温度了不起，大概调整大概到40度左右，维持不用一直在加热，加到你所需要的温度的状态下，它就耗的电量就会自然比较低一点。 建议热天的温度设伫37到40度，若是冬天是42度到45度。厝内装的是拄热室的电热水器，洗浴前30分钟才搁开，洗完了后会记你关起来。尖峰时段红色电价上贵，改做暗时较俗的绿色时段才搁洗衫，换算一期的电费当省200多块。透过这个小动作，会当帮你省电嘛省钱。